爱情玲珑雪，作者高家辉。第一趴。阿美你好，我是阿雪。你最近好无？阿雪讲。我最近无好呢，感觉足歹的。阿美讲甲足伤悲的。我着有查某骗，感觉有够伤心的。阿美愈讲愈细声。阿美，对一个查甫甲你食青骹，我找伊算数。阿雪讲甲足生气。我着想戆拄拄，阿准讲伊是爱我的，结果我发现伊有女朋友啊，我较感觉互骗去啊。阿美讲甲流目屎。阿美，我含你交情嘛要10冬啊，你迄个时阵才会无找我讲呢？阿雪讲甲足惊吓的。哎呀，爱着较惨死啦！雄雄阿着出现伫边仔，伫大声讲。即个时阵，阿美甲阿雪啥拢无，阿着是啥物时阵浮出来啦？因拢互阿着惊着。哎呀，恁个斗有够细粒的！我只是甲事实讲出来尔，敢讲我有讲毋对？阿着决心讲甲足笑着的。阿着啊，你实在是吼，毋知要安怎讲你呢？阿雪心内是有一点仔生气。阿美看着迄个水面阿着，是几百度火，心内想，即箍真正足想要甲你扒落去。即个时阵，阿着看因两个的面相足歹看，着想要删啊。第二趴。阿着伫想空想芳，要创治阿美，结果煞互阿雪看破骹手。阿雪是一个头壳足好的人，伊早着知影阿着想要变空，只是男主角出现啊，迄个骗阿美的人就是伊，名叫做碰风。迄个碰风逐位去欺骗查囡仔，阿美就是其中一个。迄个阿着看着碰风来啊，赶紧甲伊扭去边仔，细声甲讲：“你毋是无女朋友，才会甲阿美骗啊？你敢知影伊靠甲四连随，刷落来要安怎面对伊呢？”阿着其实嘛会烦恼，因为伫暗中在介意阿雪，无想要互阿雪好朋友艰苦，想要较有面子的。第三趴。阿美甲阿雪行伫路中，两个人拢在想讲要安怎出一口气。行咧，伫我甲的杂货店拄着碰风，即时阿美看着伊是几百度火，伊阁毋知影碰风甲骗讲伊有女朋友的代志。即声若是互阿美知影，伊着带咧等啊，而且即个嘛毋是真正的女朋友。当因搁咧想的时阵，迄个讲是碰风的女朋友的姑娘仔，伫对面的巷仔口豆豆仔行向因三个人。碰风看毋是势，着赶紧旋走啊！迄个讲是碰风的女朋友名叫做阿花。阿美看着阿花，家己感觉伊遐尔啊水，我比袂过伊啦。其实阿美简单看过伊一面尔。即时阿雪想讲，迄个碰风是蠢啊遐尔水的查某，大家毋敢相信是伊的女朋友，想讲伊是毋是甲大家骗，甲大家骗甲玲珑雪，只有阿着知影事实。第四趴。伫即个复杂的4个人，差不多20岁的爱，因是要安怎继续落去呢？感情是真复杂的。当因才知影啥物是真的，也是假的。毋过讲到碰风，伊的行为实在足无应该。阿雪后来甲阿美足贴心的。阿美嘛知影，因阁恢复因正常的生活。